萬個市民，700萬種聲音，新青年互助委員會，愛香港，所以大聲講，99%，我哋只係其中一把聲。對住嗰1%，我哋一樣大聲，100% 地道，100% 深度，愛恨香港100%。係啦，愛恨香港100%啦，去到第二部分嘅時間，依然有 KK 喺度，仲有兩位嘅新人 DJ 噶。係啊，衛南都喺度。仲有 Stephanie， 係啊，兩個咧佢都話自己中意睇戲啦，不過咧就似乎口味有少少唔同咁啊。阿 Stephanie 咧都係中意啲大片啦，即係然之後入戲院啦，90分鐘長片啦。咁但係咧，衛南又好似你又好似中意多少少，即係講即係香港地道嘅製作啦。其實而家地道嘅製作都真係啊，即係由全盛時期啦，即係最全盛嘅400幾部啊，每年港產片啊，如果我冇記錯啊。咁去到咧依家可能每年咧真係純粹港產片，唔計合拍片。大概30部到，咁啊其實都幾凄涼噶，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依家睇戲咧就真係唔一定嘅戲院裏邊嘅，即係有好多香港好好嘅製作咧，其實喺網上面都睇到。最近就係我哋都頭先就講開微電影啦，係咪？其實啦，嗱微電影當然亦都可能傳統嚟講，我哋講緊一啲短片啦，係咪？咁但係依家短片咧呢個名好似唔夠靚，於是咧就多咗呢3個字叫微電影，而成為咗一個嘅話題，甚至咧，我覺得好多時呢啲微電影咧都係好多時啲品牌啊，或者明星係去自己去 sell 自己嘅。其實微電影我覺得個吸引力喺邊度咧？我知道阿南你都會睇一睇，你都會留意嘅。佢特色係啲乜嘢咧？我覺得而家微電影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會請咗好多明星去拍啊去做，咁再加上一啲可能佢哋橋段會滲入啲可能廣告落去咧，即係會想引起觀眾嘅注意咯。咁就會利用微電影嚟宣傳，咁變咗而家就好多人會對微電影有一個共鳴喺度，咁樣就會去討論微電影咯。係啊，其實咧我就真係少留意嘅，不過都為咗即係做呢個 topic 咧，都即係再留意多少少。咁啊真係，即係我發現依家啲廣告咧，其實我印象中啊，好耐年前啊，其實啲廣告都已經好中意用一個好似電影嘅手法，然之後可能分半鐘或者2分鐘嘅電視嘅黃金時段去播嘅。咁但係呢依家咧，我諗唔單止喺呢啲電視黃金時段會睇到，而係咧好多時咧，你會睇到一個全場版啊，喺嗰個即係可能10分鐘、15分鐘嘅一個版本咧，擺埋喺網絡上邊啊，咁咧令到成件事咧好似哇，唔單止喺電視睇到，喺網絡睇到，係成為咗一啲嘅話題。咁呢一種我咧，其實咧都真係雖然可能我哋嘅港產片好似嗰個成個工業都好似好似生存唔到咁樣，咁但係咧，你發覺呢啲嘅媒體咧，其實佢一路發展咧，其實都變緊嘅，同埋咧透過唔同嘅方式。嗱，呢個微電影就係將傳統嘅大片，然之後我哋將佢縮到比較短啦，同埋用另一種方式去生存。咁呢一個咁有趣嘅、咁 flexible 或者咁有彈性、咁有趣嘅一種嘅生存嘅方式咧，其實唔單止喺電影裏邊出現嘅，其實咧亦都喺好多嘅生意裏邊咧都係咁樣出現嘅。香港咧最叻就係變通啊嘛。所謂刀仔鋸大樹，小本經營一向都係香港人嘅生存之道。就好似喺舊樓嘅樓梯底，喺嗰幾十尺樓底都唔夠6尺嘅迷你空間，你會見到水電維修、小士多，又或者係報紙檔。就算近年商鋪、寫字樓嘅租金一直有升冇跌，亦都冇咗年輕人嘅創業夢。好似格仔鋪咁，幾百蚊租個位就可以喺商場展示自己嘅貨品。仲有呢幾年喺尖沙咀、銅鑼灣呢啲旺區都出現咗唔少嘅迷你樓上鋪同埋辦公室，好多一人公司、美容師又或者係小手工教室都選擇喺呢啲地方開鋪。雖然50-60尺嘅地方真係細咗啲，不過作為小本經營嘅朋友嚟講，呢個都不失為一個好嘅創業基地。係啊，嗱，你呢個咧真係，我覺得香港咧成日都係都話俾大家聽啦，哇，真係機會真係好難揾到啊，或者係即係你要創業真係好難，因為特別係喺租金成本啊，真係好高啦。咁所以咧，你發覺咧香港咧就越嚟越咧，即係都係啊，好似電影一樣，都係將所有嘢咧，所有嘅生意咧，都係用一個好微型嘅方式咧，希望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咁其中一個最我諗嘅表姐就係格仔鋪啊，係咪啊？係啊，我有親戚朋友係真係開格仔
仔鋪嘅。係啊，係啊，佢甚至即係有問過我，咦，不如有啲咩提議下，我可以喺格仔鋪度賣啊？近排後生仔中意啲乜嘢啊？咁都有問我咯。係啊。咁其實咧，嗱，當然格仔鋪唔係香港嘅一個自己嘅創作啦，而係即係由日本啊呢啲嘅亞洲地區引入嚟。但係咧，正正就係好食到落去我哋成個香港嗰個嘅環境嘛，都係真係地少人多，同埋咧係啲租金好貴，咁啊唯有咧就用呢種方式去生存。咁嗱，其實咧我唔知啊，即係頭先都講開啦，喂香港咧唔單止係即係電影或者創意工業係需要即係咁樣去變啦。其實好多時咧，我唔知啊，好多你發覺咧，其實近呢幾年咧要做得即係啲好嘅生意咧，其實你發覺咧佢都要用好多橋啊，用好多方式先至可以係令到自己可以生存得到。特別係點樣去減輕自己嘅租金成本。其實喺香港嘅租金咧可以貴到成點咧吓？可以貴到啊！我知道嗰陣時其實都嚇一嚇㗎，因為咧我就有睇到一啲網上面嘅資料啦。咁喺尖沙咀一啲樓上鋪咧，好多譬如300零尺嘅，其實係要租金一個月係要萬幾蚊咯，13,000-14,000度㗎。即係樓上鋪啫，即係唔係地鋪啊嚇！即係講緊可能要搭 lift 上去啊，然之後超級翹腳啊，嗰啲都要呢啲咁嘅價錢。我諗緊應該仲會係好細嘅。係啊。係啊，咁嗱，即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咁嘅價錢。如果你作為一個普通嘅創業人，你真係好難係即係可以生存得到啊！你諗下，可能每個月你要做1零2萬蚊生意，你一開頭點可以做得到啊？係咪先？好難為到本㗎嘛。係啊，咁所以咧都真係幾高難度。咁所以咧，我覺得依家有好多嘅鋪頭咧，都已經梗係唔係揀喺啲最旺嘅地區啊，所以可能甚至咧越嚟越偏遠添啊。係啊，肯定有一啲其實係開咗喺一啲舊區咧，咁其實相對上即係好似頭先阿南講啲尖沙咀樓上鋪係平好多嘅，但係佢喺舊區嗰啲係地鋪咧，但係租金係可能同嗰啲樓上鋪差唔多嘅。咁其實佢可以將佢賺即係縮小咗嘅嗰啲嘅租金嘅成本轉落去佢嘅裝修或者係佢嗰啲食品嘅設計啊，或者係買材料嗰啲，其實係仲會吸引到啲商客。即係商戶多即係有啲客人多啲咯。譬如阿 Stephanie，你會唔會都係呢啲咁嘅鋪頭或者呢啲咁創新嘅鋪頭嘅常客嚟？我都係支持呢啲小商鋪嘅常客嚟嘅。就例如好似我去幫襯過一啲 cafe 咧，咁佢就係喺一啲舊區裏面，咁佢就有一啲好特色嘅一啲英式嘅茶具啊，就可能將我啲租金嘅錢就可能攞嚟買呢啲啊，或者去買一啲好特別嘅擺設啊，即係甚至乎係做一啲好特別嘅蛋糕啊。咁其實係吸引到我去。可能坐低睇下書啊，跟住飲下咖啡，其實係非常之唔錯咯。即係相對嗰啲大型連鎖店係更加舒服嘅。咁嗱，其實頭先又講咗格仔鋪啦，又講咗好似有啲嘅 cafe 啦。以前我諗喺旺角啊，都好多啲樓上 cafe。依家啲樓上 cafe 而家去到即係新界啊，舊偏遠地區啦，咁啊開到呢啲地方，咁都係一種嘅生存嘅模式啦。但係另外我諗最厲害嘅一種生存模式，會唔會就係連鋪都唔使咧嚇？係啊，連鋪都唔使嘅，有啲譬如好似呢一個嘅創作人啦，年輕創作人文地啦，咁咧佢咧就係用咗一個比較低成本，甚至可以話零成本嘅地方做佢宣傳嘅基地啊，就係咧用咗網上面一啲譬如社交網站嗰啲專頁啊，甚至係一啲佢自己嘅 blog 啦網站去做一啲佢產品嘅宣傳，咁希望咧即係佢會同一啲本地嘅品牌合作啦，咁你知文地係會畫漫畫出身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會利用呢啲佢自己嘅少少嘅能力咧，去聯同一啲本地嘅品牌去創作，令到呢一個社會咧都滲入多啲一啲小本經營嘅資訊喺裏邊。係啊，OK 嗱，其實咧，我諗頭先係啦，即係我諗好多呢啲嘅創業嘅朋友仔咧，其實一開頭最難係咩咧？你要儲客啦，要儲人氣啦。咁而儲客同儲人氣咧，你起碼即係你個地方啊，又要坐得舒服啊，又要即係如果你係一間 cafe 咁，你要坐得舒服，嗰啲裝修要舒服，又要靚啊，又要有特色啊。咁係啦，而你網上面亦都係，雖然你話網哇，即係唔零成本咧，好入引到人咧，其實都真係唔容易。咁所以咧。但即係呢班嘅朋友仔咧，都用咗自己嘅創意咧，用咗自己嘅方法咧，希望用最少嘅成本，然之後咧去攞到去做到一個佢自己心目中最好嘅一個嘅生意出嚟。咁其實呢啲嘅精神咧，都值得我哋係去敬佩啦。因為咧成日都係話，香港真係冇機會啊，冇希望。其實唔係嘅，只要你動腦筋，其實刀仔真係可以鋸到大樹嘅。